不行，第一行 Chinese 西亚大学5000应该是5万了。哦，可以看到中英日韩哦，意大利、北印度的梵文哦，内容很多了。英文的就9万字，中文的5万字，韩语的5000字，还有其他的，有的都算万的，有的算千的。梵文啊，梵英，梵文英文，不是西亚，哎呀，是 K。有没有西呀？Sanskrit 是 K 不是西？Sanskrit 离线了嘞，是 K 不是西？梵文的字典，英到梵文，英文到梵文。梵英字典，梵英字典，梵英字典，英文翻成梵文了。你看这个就是古代梵文了，看看有没有罗马转写字啊？哦，你看这个就是古代梵文天成体，古代的梵文天成体啊。然后西藏也很像这个，尼泊尔的也是很像这个。哎呦，有钱的嘞！你有没有看到右边美金30块？哦，很贵嘞，再乘以35倍，1000多块了，要钱的嘞！竟然这个手机程式也可以卖这么多钱啊！哦，这么多，很厉害呀！学习古印度梵文呢，古印度梵文天成体，手机程式也有这么多。
筷子资料按一下，把它清除快取资料。要安装就是没有足够的空间给你安装手机程式，要按2次哦，才会删除掉。你看，手机内部记忆体空间不够的时候，就到 Play 商店下载安装，然后要求删掉一些程式或释放一些空间，就点按上面那个绿色字吧，可以有连接的，点按进去就显示这个使用系统空间了，微系统空间了。快取资料的部分，把它按一下删掉。你看哦，你看记忆空间就增加那么多了，但是你看还是空间还是不够了。哦，那个 LINE 用的记忆体很大，你看Facebook 脸书也很大，LINE 用5.43G 哦，LINE 用的最多哦，Facebook 1.30G，抖音呢用1.76G，